你干什么？姐姐，他是谁？他是小狼。姐姐，这几年东征西讨，也没什么时间跟姐姐相处。皮将军，近来可好？啊，姐姐还拿我打趣。姐姐这是高兴。我已经有一大块封地了，所以以后不管姐姐有何事，小冉都能为姐姐遮风挡雨了。小冉长大了，也懂事了。嘘！什么人？出来！怎么了？站住！姐姐，你是？姐姐，你是小狼？你还记得我？你真的是小狼？你都长这么大了。你干什么？姐姐，他是谁？他是小狼，是我弟弟。弟弟？姐姐，我不喜欢他。好了，来，你们都是我的好弟弟，我们找地方说说话。姐姐，以前可从来没听你说过，你还有这么个弟弟。他是小狼，是我在义渠时认养的弟弟。哦，那也就是说，他并不真的是你的弟弟。你才不是弟弟！多个弟弟有多好，小冉也多个兄弟。我当时以为可能会死在义渠。小冉，我想你，像魁姑，像荣弟。小狼的年纪比你还小，他也是孤苦无依。看到了他，我就像看到了你们似的。离开义渠时，我自身难保。小狼是和狼一起生活过的孩子，野性未驯，刚刚开始学画。义渠人不肯让我带上他。后来我也曾请求大王派人去义渠接他回秦国，义渠人又不肯把他还我。真没想到我们能够在这儿团聚，这义渠王还算是讲信用的。是义渠君。义渠王，义渠君，义渠王，你好了好了，别争了。小狼，你这么维护义渠王，看来他待你不错。是不错，瘦的皮包骨，看来是没吃过饱饭吧？你倒是肥头大耳的，真是长得肥的狼，是吃不到肉的。狼，小狼，笑死我！就你这种皮包骨的狼，我赤手空拳打你3个！来啊，来呀，来！哎，你们这是要干什么？来啊！别打了，住手！别打了！你们2个，别管他们，男人的交情都是靠打出来的。义渠王，月公主，从今日起，在下已经去除王后，以后请称我义渠君。那既然如此，我也早不是什么楚国公主，而是秦王的王妃。你该叫我八字。我偏喜欢叫你公主。就你这脾气，我真没想到你也会对谁俯首称臣。
此一时彼一时。更何况，做你的臣子，我心甘情愿。义渠君拿我说笑了。昨日见到你，我才知道，当初为了那点粮食放你回去，我真是够蠢的。听说义渠君娶了东陆公主，恭喜了。你别假惺惺的好吧？你知道我想娶的女人是谁？小狼身手不错，看来义渠君的确很照顾他。我要对你说声谢谢。我也没白照顾他。这些年，小狼替我打了不少胜仗，他是个勇士，是个有用之才。可他看上去这么瘦弱。哎，你别看他瘦弱，他吃的比谁都多，打起仗来比谁都狠。他就是怎么吃都吃不胖。我问过老吴原因，老吴反问我：“狼就是狼，你见过肥胖的狼吗？”老吴风趣得很。也许当初是在狼群里生活过的原因吧，我看他这辈子都胖不起来。但是啊，你别看他瘦弱，他的力气可比谁都大，多少个大汉都打不过他。哎，你看，好了，别打了，自家人使使身手就罢了。小冉，听姐姐话。没听见公主说的话吧？回来。小冉，当初亏得没让你跟公主回咸阳，要不然以你这狼脾气，不知道要惹出多少祸来。既然我们姐弟三人受义渠君之恩惠，有幸团聚，那义渠君能否好人做到底，将小狼还我？公主啊，你知道我的为人，我从不做好人。小狼大了，腿在他身上，你留不住他。是吗？哼，小子，你不会真的是这么想的吧？狼就是狼，怎么养也养不熟。行，算是个人情吧。以后你想起来，还能念我个好。小狼，可以和姐姐哥哥回家了。谁是哥哥？他打不过我，再来啊！小冉比你大，该是你哥哥。他从小没叫过任何人哥哥，他得慢慢学。真是只狼。小冉，你是哥哥，要有度量。哎，姐姐，也给他起个名字吧，别小狼小狼的叫着。倘若将来有一日，他跟我在军中立了军功，也得有名有姓，有个出处。嗯，小冉说的有道理。哎，我想起来了，当初在狼群里找到他的时候，他身上挂了个铜牌，上面铸了一个“白”字，莫不是他的姓氏？白，姓白。对了，你姓里的确有一分支姓白。小狼，你真是注定要做我弟弟。姐姐说姓白好，就是好。白，叫白起，怎么样？我有名字了，我叫白起了，我叫白起了。这次收服了义渠人，你立了大功，要寡人怎么赏你？那就让老伯背一背芈月。小丫头，讨赏讨得无法无天。老伯不肯赏就算了。
那义渠君看你的神情有点古怪啊。如何古怪？像狼捡到了肉。即使是狼，他也要忌讳大王手中的利剑。你找到你那义渠的弟弟了吗？是，臣妾还给他取了个名字，叫白起。好，那你打算怎么安置他？臣妾想让他跟着魏冉从军。好，血性男儿，罪我沙场。寡人喜见你的弟弟们都成为大秦的社稷之妻。多谢老伯。大王，没事。大王，你发烧了。大王有恶寒，舌边尖红，苔腻，脉象浮缓，身上有暗红的肿块，看来大王是被毒虫咬了。何种毒虫？应该是草原上特有的恙虫。我这就给大王开药，只要悉心调养几日，慢慢会好起来的。大王，咸阳来人急报，说齐国出兵攻打燕国，杀死了燕王哙，又将子之剁为肉酱，并与中山国相联手瓜分燕国，燕国大乱了。这就是说，我们的机会来了。马上派人联络赵国、秦赵两国一起出兵，送孟宁和他儿子入燕。是。马上备驾，寡人即刻回宫。是。大王，你还病着呢。被小虫咬2口算什么？不疼不痒，还不如蚊蝇厉害。大王不可小觑那恙虫，若不及时诊治，后患无穷啊！你是寡人的太医令，跟寡人一同上路，寡人有你任意调理，可以高枕无忧了吧？大王，事急从权，寡人和司马错将军先走一步，这里的未尽之事就交给你了。大王，这样一来，是不是大公主孟莹很快就要走了？对，这也是她的机会。我在草原打搅义渠君多日，